另外，中国国安部伫昨晚要求讲，有耍网络游戏的中国人就要注意，看这境外游戏内底画若是画着地图，敢有甲台湾画伫中国的范围内？若是无，就是涉嫌危害国家统一，会当来举报。即摆有专家是认为讲，游戏业者为着中国的市场，通常呢袂去得失中国，那么避免政治敏感的作品。台湾团队做的手机游戏《逆通剑风虎》以反共题材，今年4月这个杀出来就引起关心。香港国安处6月以这个游戏包装歹毒港独，违反香港国安法禁止下载，电脑吸引民众好奇下载。一个台湾游戏团队测足2019年杀新冠，游戏内容暗藏笑点，笑上为年，引起中国耍的人强烈抵制，被迫落来，到尾伫官网重新上网。那台湾游戏达到中国敏感神经，以2年做背景的外国游戏更提向心事。互人发现耍的人选英雄印度势力，会当占西藏做领土，暗过选择中国，却无法度纳入西藏，引起中国网友抵制的声音。中国国安部嘛大文要求中国耍的人爱注意境外游戏，佮讲若是有牵涉到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加领土完整，会当直接举报。对于游戏厂商来说，本来就会去避开。关于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议题，就是一个游戏，其实只要做得好，对，大家就是会去玩它，就是不太会去特别需要去讨好大陆玩家，比较少见。电竞主播认为，游戏厂商为了拍入去中国的市场，大部分的避免游戏牵涉到政治议题，但是中国增加注意境外游戏。缅文表示，游戏牵涉到中国版图的时阵，故意画唔对去，甲台湾为中国画出去，甲中国元素的角色设作阴险感慨形象，拢会当举报。外界解读，中日因为台海议题关系紧张，引起国际的关心。中国是要控管不利家己的言论继续传开。他这样子的一种作为，他其实，他也管不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设计游戏的这个公司。那至于说对于他自己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在玩这些游戏，我相信这些老百姓他也不会去特别关注这样的议题。但是中国一直伫交代，国防部2号表示，查到共机11台共揽5架出海，嘛罕见的搁再掌握中国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大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